台积电高雄抢要粉块，今仔日早起是来进行第二届的环评审查会议。民间团体呼吁爱实际来检讨，希望会当伫风尾所在来架设一个空气污染的观测站。台积电是表示会考虑，即摆的环评总算通过，台积电也会伫2月21进前来修正环境说明书，才送去到市府来审查。本专案小组建议通过环境影响评估审查。 过一个月，台积电高雄厂要伫 P3 厂房东平土地扩建 P4 甲 P5 13店铺，伫咧环保局召开环评第二届初审会议。经过2点外钟的讨论，专案小组审查了后，确认通过环评。不过，伫咧台积电公布了后，民间团体也呼吁台积电以实质减碳取代空气污染底外，也希望增加空气品质测站。 是不是可以承诺，就是说我们请这个开发单位增加监测站的站数，就是特工的监测站站数，目前规定是至少4座。那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应该可以，就是要求本案优于法规的要求。 由环评委员建议台积电针对高铁延伸到高雄火车头，对台积电周边交通规划敢会受影响，做伙纳入考量。南边是不是再加设一处车站？我想特工站的设置，我们还会提出设置计划。那这个问题我们会列入考量。台积电回应专家也有民团的意见，拢会纳入参考。在咧这届审查通过了后，台积电也要伫2月21进前补充修正环境说明书，经过专家的确认了后，送市府审查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